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7月7號公視第一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咱是來看今仔有啥物新聞重點。中央氣象署下晡2點半發布包圍風台海上風台警報，按說明仔載透早會發布陸上風台警報，明仔載暗時到8日影響上大。泰山公司通報，佮驗到一批中年出產有低甘物的油，目前出問題油加強已經有2600噸了。美軍今仔又閣對伊朗的南部發動空襲，來報復伊朗攻擊荷姆茲海峽的商船。美國總統川普嘛講，甲伊朗的停火協議無准算咯。來看中央氣象署在下晡2點半發布強烈風台包圍的海上風台警報，按說明仔載透早會發布陸上風台警報。如果風台會通過台灣北部的近海，影響是真大。明仔載暗時到8日，各地台灣各地攏會透風落雨。來聽氣象署最新的說明。隨着8位颱風逐漸的逼近明天晚上開始，一直到11號，也就是星期六，將是8位颱風影響我們最明顯的時候。在下午2點半的時候，已經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所警戒的範圍是台灣東北部海面、台灣東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峽。它會逐漸朝西北的方向朝台灣靠近那我們預計在明天下午左右，它就會逐漸通過台灣的北部海面那當然，預報還是有一些不確定性，所以我們認為大致上它還是有一些機會是更靠近台灣一點點，尤其它的環流是比較大的那跟台灣的地形交互作用的影響之下，可能到時候路徑還是有可能會偏北或是稍微偏南一些，提醒大家要留意這樣子的不確定性。台灣附近各海面基本上都會有2到4公尺以上的浪高，尤其是北部海面以及東半部海面，都有6公尺以上浪高出現的幾率提醒大家千萬不要到海邊活動，海上作業的船只也要嚴加戒備。隨着颱風逐漸的接近，各地的風力會逐漸的增強。明天白天，在各地的沿海，慢慢就會出現8到9級，甚至10級左右的強陣風。明天晚上一直到星期六的白天，是這個颱風影響我們最明顯的時候。各地都有可能會出現9到11級的強陣風，尤其是桃園以北、宜蘭地區、馬祖、蘭嶼以及綠島，甚至有可能會出現12級的強陣風。隨着它的接近，明天白天北部地區、宜蘭的山區就有可能會出現局部性的豪大雨。到了明天晚上以及星期六的白天，它的雨勢最明顯。首先，在颱風還沒有通過北部海面的時候，大致上是偏比較西北風，所以北部的山區可能會有豪雨等級以上降雨，甚至到中部的山區也有局部的豪雨等級以上的降雨。到了颱風中心逐漸通過之後，帶進來比較偏向是西風到西南風，甚至中南部地區也有可能會出現局部性的豪大雨，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到了11號的晚上，也就是星期六的晚上，颱風更為遠離之後，整個雨勢才會逐漸緩和下來。強烈風台包圍的強度，在過去6點鐘是豆豆的減弱，目前有可能會被減弱至強度風台。上升的路線嘛了往北修正，可能會通過東北界的近海，登陸的幾率嘛可能會降低。拜五暗時到拜六影響台灣上大，各地攏要注意強風大雨。另外，北方面的花蓮佮台東嘛要特別注意，可能會有小風。環島講風台的災害，所以各地方攏動員提前來準備。台北市環保局透早用機械甲人力的步數來清水溝仔，目標就是要鎖定較高積水淹水的所在。我們每一次有豪雨或者是有颱風，會對這個我們的側溝做一個巡檢跟清疏，尤其是針對市場、夜市或者是易積淹水的地方，都會這樣做。把火架頂頭的物件帶入去箱仔內底，送去你車頂。佇咧通大水水道下骹的超商，透早就開始進行撤離，要趕佇咧風台來進前，提前把全部清個空空。因為颱風來的時候，輸送道就是為了排水用的，所以裡面只要有建物，就是會阻擾水流的順暢度。所以我們必須在颱風的時候，輸送道內部都不能有建物。必須先做撤離的動作。台北市水利處嘛啟動和平撤離工作，用吊車把引橋、流動便所、和平設施全部刷掉。
包圍風颱愈來愈接近台灣，氣象署發布海上風颱警報。隨望風颱佇咧接近的時陣會小可減弱，啊，毋過暴風半徑真大，會佔台灣的一半。各地攏要注意真頭的風甲大水雨。嘉義以北，然後一直到宜蘭這些地方，可能受到的影響狀況可能會非常的明顯哦。那不管是雨跟風，大概在這個區塊的影響都是最大的。包圍是行向西北的風颱，中心無予地形破壞。嘉義以北一直到宜蘭，攏是受影響的所在。南部山區嘛要注意強降雨。拜四下晡開始，較外海風力就會加強。拜五到拜六，桃園以北嘛要注意12級以上強風，一直到拜六暗時，風力才會減弱。記者綜合報道。有氣象專家指出，講包圍風颱照目前的路線是正親像正典型的西北颱，風颱會閃過中央山脈，阻擋甲破壞，會引進西北風。西半部的雨空間會真大，嘛恐驚會造成真嚴重的損傷。咱特別請萬定傳咱做伙來關心風颱的影響。是主播。強烈風颱包圍是當咧向台灣架過來，雖然這風力是已經有小可減弱，而且路線嘛流到我向北邊，不過對台灣也是會有真大影響。氣象署佇咧下晡2點半是已經發布海上風颱警報，按算佇咧明仔載就來發布陸上風颱警報。啊，即屆這風颱包圍除了風力真強以外，嘛是一粒真大粒的風颱。以暴風圈的半徑，上大是有到380公里寬，佮規個台灣就強要同款大。目前風颱嘛是以每點鐘15至20公里的速度佇來行駛，按算佇咧拜五暗時就會吸到台灣的陸地。根據氣象署的資料，全台灣是有超過10個縣市，攏有90%以上的機會會受到風颱影響。主要攏是集中佇咧東北部地區，這就甲即屆風颱路線有關係啊。因為即屆路線是非常類似西北颱。這西北颱就是講，這風颱的中心是為台灣東方的海面向西北方的方向來行駛。重點是未受到中央山脈破壞，所以伊的結構是真完整的。通常是會透強風、落大雨，造成真嚴重的災情。這台灣就要做好防災準備來提高警戒。為氣象署雨量的圖，咱就會當看到講，在明仔載日時，在北部甲東北部這雨勢是漸漸來轉強，一直到拜五暗時，一直到拜六，雨勢是上明顯的。台東以北的地區就要特別注意大水雨的情形。整體來講，這對台灣影響上大的時間就是拜六。以上就是風颱包圍上新的消息，咱將鏡頭交轉去予主播。感謝萬定咱繼續來關心包圍風颱接近，東部的風影嘛已經增強了。今仔透早佇台中富港舉行阿美族婚禮節的部落，佮趕緊撤離，加在做人是攏平安。另外，南迴公路正挖近海邊仔，為了行車安全將擺路段嘛先封鎖挖海的一個車道。即馬離島的風影嘛袂細咯，所以已經無啥遊客，民眾嘛開始做防台的準備。大約半暝1點，阿美族的馬蘭部落佇台東富港海邊仔避南區出海口的海水場內底，就向有大鷹先入去布棚，有真儕物件互搶走，部落族人趕緊撤離，加在無人互鷹架去，也是受傷。發地很積極，在第一時間做出決定，讓我們緊急撤離，在2點以前2點半以前我們就安全撤離到安全的地區了。透早馬蘭個部落的族人開始拆海水場的布棚，卡免個互大風影架去，拄好找到也是因海祭最後一天，先甲個部落的族人撤離到中華大橋的橋卡，繼續辦祭典，下晡才個轉去個部落。因為這個這次的海水倒灌，我們在那邊休息，然後聽後大部落指示我們再回去。因為風颱要來，台東的海面風影是愈來愈大，南迴地區的風影也真驚人。南迴公路挖海環的路段，公路局大武公務段已經甲上北挖海的一撮車道暫時管制通行。公務段表示，風力若超過8級，可能管制金崙大橋的通行，請大家注意。金崙大橋的風速有達到我們的管理值8級的話，我們會先執行降速的一個作為。那如果達到10級的部分，就會執行我們的這個封橋的一個作業。火燒島甲紅頭樹即馬風影也愈來愈強，因為島上的大部分遊客攏佇昨7、8先坐船轉去本島，記錄是無啥物人，居民也咧準備預防風颱。記者綜合報道。
再來看花蓮哦，今仔早起海邊啊湧得真大路，林寶樹花蓮分署早起嘛佇萬里溪崩山湖放第2粒的水位計，預估雨量若超過100毫米，崩山湖的水域在明仔暗時還是拜六透早溢出來。花蓮港寶花的另外一邊已經開始出現長影，漁船、上海洋船透早就開始駁船啊，因仔站的業者是甲技師攏收起來。380以上，這定值一漲，崇德有4組，那七星台也有4組、8組，還有10梯有2組，有10組的定值一漲，全部都收了。市區干那部分點頭在貼扛棒，當大門夜市也無幾大咧準備預防風颱，因為要發布海警，美崙溪出海口，閣有人咧處應。東大門夜市其他攤販怎麼大多都沒有防台啊？可能颱風還沒有很近吧，所以說他們要看那個颱風的路徑。嘿，現在衝浪到底安不安全？現在目前是安全的，會衝浪的人他自己會知道危險處在哪裡。另外，林寶樹花蓮分署早時7點委託空勤直升機去萬里溪的崩山湖，放第2支的水位計，會當閣較精準判斷崩山湖的變化。因那當時會滿出來，大約是早早拜5暗時到11的拜6透早開始填出來。現在是蓄水量是356萬立方公尺，就是庫容量510萬噸，總共佔約70%了。中央氣象局7月10號的時候，大概預測雨量會有100M，物雨量應該在7月10號、11號這部分，如果是雨量預估正確的話，會在這個期間，這2天的期間，有可能會蓄滿溢流。林寶樹強調，崩山湖水若滿流出來，大約會佇1點鐘內開始崩化，到水尾西寶橋甲萬里溪橋，大約是45分鐘到1點鐘，到正陽大橋4點半鐘到2點鐘。也若強落來的水位，增加的關度大約是5公尺到8公尺之間。因為愈挖水尾溪床是愈寬，所以評估第9線的萬里橋甲大梯的路橋，攏要是佇安全的數據範圍內底。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屏東東港往來小琉球的東流線，今仔過道就全面停駛咯，明仔後日嘛停駛哦。另外，佇漁港的漁船啊，攏用繩啊，甲伊固定好勢，有的船下晡賣煞到漁港來避風雨。旅客照排落船，趁風颱包圍入來進前，趕緊返來本島。再去東流線的碼頭邊，業者趕咧款貨，要趕緊送過去小琉球。東流線船公司和交通客船聯營處，驚風湧大，船無好行，找到過道了後，東流線全面停駛。暗算初10、11嘛無營業。船公司表示，這2天就未少民眾卡入來，講要改時間。那由於受到巴威颱風的影響，大家有一個預期心理，因為要關島好幾天哈，所以旅客們他們取消或者是延後他的行程，大約多達40%左右。我們怕那個滯留在島上，原本也打算到今天。哦，所以說提早回來就對了。是排到中午而已，所以變成說早上提早回來了吼。除了來回小琉球的船無開，東港漁港內底有大約7成的漁船早早就做封閉，用比平常時閣較濟條的鎖仔固定漁船，有的停佇港口較外圍的船，煩惱會互海湧衝入來拍歹去，下晡開始就會慢慢駛入來漁港較內底停。鎖啊，大家加北幾條啊，這龍眼船啊，遐弄來弄去，遐搭北個條。那有駛入去較內底面了。檳榔縣長周春美透早就開始巡視竹田甲新園清排水溝的進度，也閣有加當橋園抽水機準備的狀況。台電檳榔區人員也進行樹機修整、電箱器材巡視。風颱要來，各單位全面小心戒備。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中華泰山油廠閣驗到講有低鹽超標的油，佇拜3下晡嘛已經倒掉大約10噸的油，改做新質柴油咯。有市地業者嘛反映講哦，飼料攏愛用到豆粉，有的生產豆粉的中壢油行即馬停工咯，嘛造成中部地區哦豆粉是欠貨，所以業者嘛真煩惱講飼料敢會連袂起價。甲一罐一罐驗出低甘物苯便比超標的油倒掉，邊仔閣有衛生局的人員宣傳監控，中壢油脂測出苯便比超標的問題油，其中中華泰山油廠嘛用到這批問題油，目前是阿美沙拉油、調和油已經佇拜3下晡啟動消費作業。這個產品完成回收金馬是10公噸，那抵昨天開始呢啟動銷毀，再由這個專車運送到再利用機構來轉做生質柴油。那古業銷毀的程序預計是個工作內完成。當然，如果後面還有新的一個回收的油品，我們會陸續來做銷毀。
衛生局指出，這屆消費的是4月初，泰山用到中聯油脂配合315-115控訴製作的涉案問題油。若拜二泰山通報，泰山好利調和油0.6公升包裝的產品，嘛驗出苯並芘超標，是用中聯另外一批配合313-115-0512的大豆沙拉油製作的。食藥署表示，目前產品已經全部回收，當咧追查其他牽涉的油品。另外，中聯油脂即陣全面停工，也隸屬畜牧業飼料會用到的豆粉欠費。中華關飼豬協會表示，即陣中部攏買無豆粉，都愛去南部調貨，嘛無一定會有。一般的飼料配方都是以豆粉做主要的蛋白質來源。中部基本上所有的飼料廠、畜牧場都是跟中聯拿的比較多。他現在沒有辦法做的，就是會影響到整個豆粉的供應。中華關飼豬協會表示，除了飼豬以外，飼牛、飼雞等等的畜牧飼料攏會用到豆粉。目前飼料已經有小可起價，1公斤起5%左右。希望相關單位趕緊釐清問題油的污染原因，若無恐驚嘛影響到國內畜牧業飼料供應。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來看高雄的三民區10轉1路，昨有一個6歲查某囡仔，伊雄衝過車路，去互一台轎車弄到，這個查某囡仔雙腳攏骨折哦。這個駕駛是隨人講，警方嘛表示講，已經有查到講，這個駕駛是一個63歲姓林的查某人，車禍原因是愛閣釐清。也毋過，這個駕駛無留佇現場來處理，人講行為相當是當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駕照賣互吊銷。為公園行向車路，一個細漢查某囡仔準備過車路，互畫面正面駛過來的修理車弄到，查某囡仔倒點塗骹大聲吼。事故發生佇初八下晡，查某囡仔的哭聲後，附近的居民注意到，民眾才發現，甲人弄的修理車已經走到遠。第一時間嘛無看到這個查某囡仔的家長。大家都以為他只是跌倒，所以大家都覺得不知道為什麼。然後我發現有車撞到，竟然是肇逃，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原因，是因為他肇逃的那台車，它離後面那台車有一段距離，所以後面的車也不知道這小女孩到底怎麼了。初步肇因研判為林女未注意車前狀況，蔡姓女童不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詳細肇責仍需進一步鑑定分析。警方表示，查某囡仔的2隻腳骨折，送往高醫治療。嘛，佇事發1點鐘後，掌握到賽車的駕駛是63歲姓林的女子，會請伊到案說明。事故初判，這個查某囡仔無照規定過車路，駕駛嘛無注意車前的狀況。警方會通知這個囡仔的家長到案說明。若確定家長無盡照顧的責任，會以違反道路交通條例開罰，由囡仔的家長來承擔。孩子還小，他可能一些走路一些安全可能沒有注意到。大人還是要注意，隨時要注意牽着小孩子。在人家換台下的時候。開始來不及看到了。根據掌握到的資訊，查某囡仔和爸母佇車路邊的公園佚佗，向往車路撞過，家長袂予反應，車禍了後，家長嘛隨到位。警方除了進一步鑑定分析車禍的責任，嘛會將涉嫌肇事逃逸的駕駛函送高雄地檢署偵辦。駕駛恐驚會面臨5年以下刑責、罰鍰甲吊銷駕照的裁處。記者綜合報道。2檔月前新北市三重埔24歲姓張的嫌犯，殺死69歲丈夫加太太，佮太太甲前翁生的3歲後生。伊死的時是互重判3個死刑，這嘛是國民法官制度實施了後，頭一件互國民法官判死刑的案件。專案是擱再上訴，今仔日審宣判，高院是認為兇手非常的粗殘，算是上嚴重的犯罪，所以駁回上訴，維持死刑的判決。都無判判咧，洪押轉去警察局，伊是張鳳家。2檔月前，因為金錢問題等原因，佇新北市三重埔徛家，甲丈母、某閣有約細漢的家主刣死，佮甲死者做伙待幾6天了後，甲現金、價金鋪仔款的逃亡，秘去台中。一審用家暴害人等罪，重判3個死刑。專案上訴了後，二審結果出來，催告駁回上訴，維持死刑判決。嫌犯的家人真的只愛狗嗎？我們家的3條人命呢，就這樣沒了，到現在一通電話都沒有。
死者家屬捌出面控訴兇手完全無悔意，到今毋捌回釋的。大家開庭審理，家屬嘛攏有積極到庭參與，請求判死刑。這屆二審維持原判，關鍵理由是高等法院合議庭認為張宏基是事先計劃，存心要連續殺人，尤其趁年老的丈母甲簡單3歲繼子困入眠了後落手，屬於上嚴重的殺人手段。被告的岳母是69歲的老年人，配偶的兒子年僅3歲。被告趁着被害人均在熟睡之際加以殺害，殺人的手段殘忍至極，屬於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所指的犯罪情節最嚴重的情形。原審對被告量處死刑，應予維持。被告上訴無理由。其實，這個案件是國民法官新制上路了後，頭一件由國民法官參審，第一審判死刑的案件。雖望張宏基提出上訴，辯方主張刑度的天磅應該是無期徒刑。不過，二審認定原審判決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甲比例原則，維持死刑。專案有案會當上訴。記者綜合報道。昨中國國台辦表示講，攻擊石板民夫的人是為着正義氣質才會出手，佮講這是一般的治安案件。早起石板民夫是講，若面對暴力佮點退讓，恐驚隨會有後一個人轟趴。伊甲民間團體嘛呼籲政府應該檢討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來檢討香港澳門人士來台灣的制度，加強國家安全，嘛做伙來守護台灣的言論自由。中國7月初一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了後，在台灣日本媒體人石板民夫7月初在台中演講了後，所有一個提香港護照入境台灣的中國籍查甫人攻擊。中國的國台辦表示，嫌犯是因為激心氣著才出手攻擊，認為這是一般的治安案件。不過石板民夫拜四出席記者會表示，案件還在調查，犯案的動機還未釐清，至於中國官方替嫌犯定結論是咧美化暴力的行為。石板民夫嘛表示，唔通因為暴力來退讓，呼籲社會做伙守護言論自由。我把這種人呢叫做快閃打手，他們呢具有暴力犯罪的經歷，通過迅速入境、迅速犯案、迅速離境，而真正的策劃者呢躲在幕後。如果這種模式在台灣能夠成功，那麼很可能被複製。這種行為是下三濫的行為，讓人瞧不起的行為。我就講是個爬蟲社會的行為。什麼叫爬蟲社會？爬蟲社會就是大欺小。這條記者會主辦單位新民協會認為，這擺案件顯示，目前入境審查的國安機制也有討論的空間。呼籲政府全面檢討香港澳門關係條例，重新檢視香港甲澳門人士來台灣的入境審查甲管理制度，加強下國家的安全管理。咱即馬對香港甲澳門還佫繼續甲當作較早，伊是交中國無共款的，但實際上變做是一個漏洞。中共用這個手段。香港人因摕有香港籍要來台灣，足簡單的就會當過來。協會認為，若無重新檢討香港甲澳門人士來台灣的相關制度，未來恐驚會互境外人士利用目前制度的空隙來台灣犯罪。石板民夫嘛強調，若這種模式會當成功，後擺可能會是別的媒體人、政治人物，也是任何公開發表意見的普通人，賣互人拍。傷害的都是台灣的言論自由。記者郭正陽、志剛台北報道。再來看香港國安法實施滿6天了，今仔有一場研討會，有台灣的學者觀察指出講，這6天來，香港的政治制度、法治環境、公民社會、媒體生態，還有經濟發展到國際關係，攏有正大的轉變。學者嘛提醒台灣社會對中國威權擴張，還有下個的跨暴力事件，攏要加強警戒。香港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去予香港政府以高級警察設立危害國家安全罪判刑20年，這是自2020年實行香港國安法，甲2024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甲他判刑相同的案。有學者指出，對這上定結果，通看出香港已經甲中國國安法做整合，無論是出版和平倡議，還是新聞評論，攏去予中國重新定義做國安犯罪，而且香港國安法甚至非香港人嘛適用，目的就是要擴大台灣架構的效應。港版國安法第38條是要規範任何人，就是不管你是不是香港永久居民，然後你只要在香港境外，對香港實施本法的犯罪，就可以管轄。透過一個境外管轄的宣示，讓中國跟香港以外
產生他現在看到在中國跟香港的競爭效應。學者嘛提醒講，咱若對中國下鉤的威脅極點，對付這款手段愈成功，對台灣的民主嘛造成危害。也有政治學者指出，香港實行國安法6年來，法治環境、公民社會和媒體生態等等，攏嚴重收縮自由，公民團體袂使出聲，大量香港人嘛離開。不過也是要透過甲世界連結，才通繼續維持資訊的流通、理念甲文化傳承等等。香港公民社會的韌性，事實上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重建這樣的一個香港的跨國的公民社會，讓它的這個網絡，讓它的這個運作，可以被重建起來。怎麼樣去持續的運作跟營造出它的社會資本？7月，中國都實行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日本人石板明夫在台灣都受到下鉤的暴力威脅，或者是呼籲台灣人甲執政者應當要有危機意識，無論是維護民主、治理、國家安全，還是社會韌性，都會讓對香港的變化得到啟示。記者盧尚珠、林曉凱台北報道。過來消息來看，股市起破45000多點有真儕人攏貸款去投資，心情嘛對股市起落落。最近起到上厲害攏是 AI 概念股。中銀行的總裁楊金龍今仔日會議就強調講 ，AI 產業的發展方向無問題，也毋過伊較煩惱的是，民眾借錢炒股票，驚講會食緊弄破碗。受到美國表示，佮對伊朗發動攻勢、美戰爭的變化，嘛牽動國際股市的變化。台股初到拄開盤，雖望起1點仔，起71點，啊毋過了後嘛對咧震動。台積電以2450塊開出來了後，嘛65塊。台股最近變動是真大。AI 嘛牽動台股的表現，央行總裁楊金龍到日本伊比船，對市場資金集中佇咧 AI 概念股，造成買厝的貸款、信用貸款來質押等等的現象，央行要安怎應用？我們的股市漲得這麼厲害，不管是4代同堂還是6代同堂，股市的信用擴張到監理責任，全部推給金管會。投資了、消費了，這些國內的消費非常的熱絡，導致呢你的通膨壓力。那供給面的措施就是政府現在所做的。這幾日外資賣台股較濟過買台股，引發市場的波動。日本嘛關心國際上已經有出現煩惱 AI 產業消風的聲音，央行敢會有作為？楊金龍就強調 AI 產業有長期成長的動能，無問題。重點是咧信用更廣、快速擴張，傷濟人借貸款來買股票，可能會增加市場的風險。市場過度於集中 AI 的相關產業，對外資資金呢對匯市可能造成的挑戰跟衝擊，投資人的槓桿的運用的狀況。AI 的估價呢，是不是太高？是這個股市呢，股價呢，是不是太高？是，這個都是一直國際機構他們也就是說你一直擔心。主計總處公布上新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擴大到2.6%，是17個月起上濟。外界就煩惱講，通貨膨脹和民生物價會起嚟。面對日本的追問，楊金龍就強調，起的趨勢確實比預期較懸。不過，考慮到最近國際油價已經降到去美戰爭之前的水準，這波通貨膨脹應該還佫屬於會當控制範圍。記者綜合報道。最近國內的餐飲業務景氣是真好，營收創新高。經濟部統計顯示，講今年前5個月，餐飲業者的營業額是突破4600億哦，比去年增加4%多。也毋過員工即擺是愈來愈歹找。人力銀行上新的調查嘛發現講，即擺餐飲業起薪哦，上少攏有35000起跳，部分的連鎖業者起薪甚至至少有4萬塊。一早起，店都還未開門，餐飲業者先備料，準備迎接人客。根據經濟部的統計，今年5月餐飲業的營業額有947億隻元，今年增加4.8%，內需市場豆豆回溫，不過嘛是有讓人煩惱的代志。根據人力銀行上新的報告，今年6月餐飲甲旅食業者的工作機會創到26.5萬筆，比去年同期成長15.87%，講是欠佳真厲害。對於業者來說，我覺得比較困難的可能是找到人才。整個工作環境除了薪資之外，可能包含公司制度，或者是想要建立的職場文化，可能對於現在的職場同仁來說，也是他們很在意的一環。根據統計，業者平均要等2個月到3個月，甚至半冬才通找到第一線的服務人員。人力銀行分析，少年人求職意向改變，真濟連鎖業者嘛將起薪有關到35000，增加競爭力。以前可能大家都覺得餐飲業就是做事情很簡單，所以給的薪水不多。可是後面缺工越來越嚴重，其實蠻多老闆他加薪就是都會加得比
最低時薪還要高。很多業者在開出職缺的時候，會用高薪的方式來吸引人才，像是有業者開出了20萬的月薪要徵行政主廚，或者是營運管理方面的人才，也開出了月薪12萬以上。人力銀行也觀察到，餐飲業嘛驚向數位轉型，甲 AI 相關的課成長1.2%，含科技業咧搶人才，學者認為人力也是正欠，加上少年勞動力確實愈來愈稀微。就產業政策面來講，你要不要讓這個半導體產業、AI 產業它的這個成長的果實滲透到別的產業？也就是說，透過 AI 的發展，讓別的產業它的附加價值也可以提高。學者提醒業者應該做出調整，包括提高薪水、符合行情、調整人才的目標，接納研發人力，應對就業市場結構的改變。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一間專門咧做清除塗粉屑服務的公司哦，胡員工指控講，阿未上班就愛先買一台10多萬塊的機器，後續嘛無案件通做，消費者嘛將怨嘆講是真歹約時間。受害勞工甲消費者造成的自救會嘛真不滿講哦，影響高雄市政府申訴，市政府攏無積極的作為，伊嘛幫講唔通閣有人哄騙咯。有業者發出月給有8萬到10萬塊，不過求職者還未開始做，就予人要求愛先學一隻貴松松的第3機，一隻看起來普通，竟然愛開14萬，一寡勞工敢若會當貸款來買。若成功介紹新人學機器的員工，會當抽2萬，然後閣繼續誘人買機器，閣找人買第3的服務。一寡受害勞工投講，公司講有200多組的客戶，不過煞攏等無公司派案，閣有主文買第3的消費者，嘛定定約不到時間。有老闆親自承認說，有200單已經等着服務嘛，那可以接單的業務800多單，那這是兩面手法，很多人被欠薪，那有的人是欠可能幾千塊，那有人被欠幾萬塊都有。一個員工做袂落去要退錢，就該付一條機器整身費，後尾才發覺業者單價遮好聽，根本是一場空。逐個月若無夠業績，就袂有業績，就算有業績，公司嘛一直拖薪水。是對我或對其他所有被欠薪的同仁，都能夠把該還的薪水還回去。保價公司閣涉嫌違反勞動法，要求提出異議的員工離職，個別離職的員工簽放棄訴訟同意書，高雄市勞工局作出回應。另有勞工向本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那本局也按照期程安排雙方進行調解程序，但因雙方未達合意為調解不成立。本局也已提供相關的資源訊息，來協助勞工進行後續的司法救濟。受害勞工和消費者自救會要求政府即時介入擴大調查，避免更較儕人，甚至是拄畢業的大學生涉入陷阱，顛倒排一身債務。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台中市有一個越南移工，趁咧換頭家的過渡期哦，加入詐騙集團，負責去超商領詐騙集團騙來的提款卡，佮等到正偏僻的蒙阿波，等詐騙集團來提，是要製造斷點來閃避警方的追查哦。也毋過這移工嘛是互台中市刑台來抓到咯。另外，海巡署嘛佇台中查到失聯的越南移工，非法幫當客共鄉來注射做醫學美容。警方偵防車前後分別一台，互嫌犯的車走袂去，拄好是紅燈，警員隨衝落車，甲窗仔門弄破倆人。下車！下車！嫌犯看旋袂去，倒車投降。警方也佇車頂找到嫌犯拄則摕到的受害者的金融領紙卡。對不對？就是這個嘛。我不知道。我跟你講，我還沒打開，我不知道呢。警方表示，之前已經抓到2位第一站的客家金鋪仔的人，規氣傳2個嫌犯到台中真濟間便利店領5位受害者寄的金融領紙卡，這個按照詐騙集團的指示，去中華線西的一個公墓內底拼佇遐，果然發現第2站提鋪仔姓潘嫌犯出來提包裹，將包裹丟包在偏遠公墓，經警方現場埋伏，是負責第2層收件的越南籍潘姓主嫌。現身拿取包裹後，以優勢警力攔截圍捕，查緝到案。警方查到姓潘嫌犯是合法的越南籍移工，因為換頭路的期間有60天的等待期，伊就利用這段時間，甲共鄉加入客家金鋪仔集團。姓潘嫌犯妨按照加重詐欺罪、組織犯罪防治條例、洗錢防治法等等罪嫌，移送法辦。另外，海巡署是佇台中查到越南籍失聯移工，非法為共鄉的做醫美。當場查扣玻尿酸、麻醉藥、肉毒桿菌等醫美藥劑100多瓶，
與醫療器材一批。台中查一隊表示，去年12月佇霧峰當場查到4個越南籍4人移工，當日為一位共鄉的主抱着傷，因為4個的嫌犯唔捌接受過專業的醫術訓練，也無主管機關核准的職業證照，中國會按照違反藥事法、醫師法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記者綜合報道。氣象署在下晡2點半已經針對包圍風台發布海上風台警報咯。南投縣政府嘛針對山區後崩山的所在來加強監控。南投第3個崩山湖，當地里長是表示講，即馬水是消透了真濟咯。清境農場嘛宣布講，中晝開始停止營業。慢慢來哦。風台包圍入要來啊！清境農場的工作人員咧拆看板、告布棚，避免讓風台來掃落來，嘛趕緊把羊仔叫回來，準備來避風台。清境農場已經在昨天宣布，自9日中午12點起實施休園措施。另外，德山的加佐寮溪頂懸的崩山湖，水保署南投分署有繼續咧監測。當地里長表示，現此時的水已經消透真多。除了風台過大崩山，若無應該會把那些土石清出去，那個掩曬物會突然消失了。屆時颱風警報發布以後，我們會成立土石流及堰塞湖的應變中心，隨時監測這個堰塞湖的情況。針對過去落大雨來發生災情的信義鄉山區，目前已經加強戒備。有關的信義鄉東寶村到95號線3.3公里的邊坡，官府嘛打算是拜五暗時8點升風起來，看風台的狀況，較決定當時要開放。避免我們的貓羅溪這邊所謂的暴漲，那移延到市區，有9台的移動式的抽水機。那對於在山區的道路這邊，那如果有相關的一個土石的崩塌，我們也特別要注意，那也盡量不要在山區逗留。南投的山較多，南投縣政府應用強烈風台挖緊，已經先展開預防的工作。南投市區地勢較低的所在，嘛有提早應變，望會當平安度過這屆風雨。記者楊秀南投報道。再來看嘉義縣沿海市蚵仔農民昨開始搶收，農民是表示講，清明到中秋之前，蚵仔是長得大，反倒講風台會甲蚵仔掃了了，所以趁天氣較好，先出海去搶收，幫各位當來減少損失。蚵農無用將收檔的蚵仔，一籃一籃吊起來岸邊，嘉義縣沿海的蚵農早時啊就趕來出海，要趁風台也無影響，天氣夠穩定的時陣，加收一寡蚵仔。蚵仔貴啦吼，嘿啊，當要採收安尼啦。對啦。啊，佮偌濟還未收入來？哦，這個真濟啦。大家都趕緊要搶收來，吼，因為大年風台來哈，大家都驚吼蚵，風台吹走去，會損失真濟哈，哎呀。清明過了後，到中秋這段期間是嘉義縣沿海蚵仔開始大的時間，蚵仔放較早的，即馬有的已經開始收成。蚵農講，目前產地計數1斤170，割殼的1斤70，算正正常。搶收回來蚵仔愛趕緊處理起來，若無風台真正嚴重，時間嘛可能無蚵仔通賣。若風台來，蚵仔就驚，無蚵仔就價錢會個驚個波動，會個較起。除了嘉義縣沿海蚵農的風台準備，嘉義市政府工務處嘛趕緊佇風台也未入來進前，針對要發生淹水的所在進行下水溝的會勘，確認水溝的涵坑排水攏正常，希望減少大雨造成積水淹水的狀況。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再來看台南有農民天還未光，就趕緊去搶收牛油果。規定的時效，閣剩1個多月才會大出，所以農民嘛趕緊套地啊來保護。台南基美博物館哦，戶外收真濟藝術品，嘛攏閣再加強固定。強烈風台包圍我近，這予拄好當咧第一期採收的台南大內落來山區的農民帶咧等，透早天拄光，趕緊採收。果農無奈講，已經適個落來，便若拄到強陣風，就會開始落果，雨水就會造成爛根。去年受到低溫影響，收成剩3成。今年真無簡單，產量恢復，煞有風台來擾亂。對此帶來運銷合作社嘛頭擺和熟食餐飲業者合作，甲適個先辦落來，通做無共的料理。報這遮大。嘛拖咧等，啊，所以幾點個來遮辦啊？
6點嘛。有搭配一些素食業者，他們就在颱風前採的這一批，然後他們運用在颱風過後之後，他們把它入菜，然後取代他們一些素食本來要用的一些根莖類的菜。鏡頭來看規定的食客行，離採收剩1個月火，果農甲大意，唔那提早套落啊保護，佮甲果樹甲鐵條拔條咧，就是要甲要收成的果子顧好勢。先甲調手機號，調迄個固定的。固定好勢啦。係。伊敢會驚風？這敢會驚風？一定驚風的啊！啊嘛是驚雨。除了農作物的風災，基於博物館戶外藝術品，那專門改備，館方和藝術家團隊合作，替草埔頂面的河馬家族的展品加強固定。今年6月底，因為大水後，地處這隻上大隻的河馬，煞撈起苗蘇湖，這回因驚去發生，嘛加強防範。對河馬而言，它可能不知道颱風。但是我們人知道，所以我們是為了要保護它，我覺得還蠻好的措施。3根繩索，然後去把它綁住它的那個上顎的部分，讓它湖面高漲的時候，它也不容易再去漂浮。氣象署預告，8位風台暴風圈會在7集，入來台灣4周圍海峽含陸地。面對這粒風台，各產業攏唔敢放話話，提早做好準備，唔望甲災害更加上加。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再來看宜蘭的大溪漁港的東邊哦，當個進行爆發野生的工程，漁民是講野生的病大哦，唔那外一邊佫有必順。工程單位是倒沙石啊來吞哦，也毋過漁民是真煩惱講，若到大雨，沙石啊敢會甲漁港踢掉的。縣政府嘛表示講，目前確實有淡薄仔狀況，也毋過暫時是無啥物大問題。沙石車出入入魚港竄出來爆發怪手長的時間，詳細甲看爆發了起，甚至有起徛。風台特別來啊！宜蘭大溪漁港東邊沿東在海洋爆發的工程，讓當地漁民有影煩惱。沙石車在立棚附近直添沙石，漁民懷疑縣政府是要補這個棚。不過風台特別來啊！這個沙石敢會讓海洋滲入魚港內，甲港嘴脫掉咧，海漁船無法度出入。就是擔心說沙石把港嘴堵住。對。了解。因為如果颱風太大的話，也甲沙石沖散啊，都無啊，都延宕工程啊。有受到一些那個海浪及它不均勻呈現的問題，所以產生有不均勻呈現，那看起來裂縫都還比較大一點，但是這個整個裂縫都還在我們工程可以合理控制的範圍以內。縣政府表示，工程部分的平台因為海底地形甲海洋影響，確實有下陷袂平均，活動咧做的爆發出現立棚，不過這攏是佇工程會當控制的範圍內。佇立棚附近東海石是為着要讓海床更較窄，目前因為風台特別來，嘛已經先停工。民眾前往蘇澳鎮公所領沙包，營用包圍風台。蘇澳舊年才拄做大水，面對這屆風台，民眾是唔敢凊彩。長阿龍官只是搶修，宜蘭農民積極準備，希望佇風勢來正常減少損失。包圍風台要來，宜蘭是頭一個受影響，規個縣皮白甲紅，唔望減少災情。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台北市民生社區的富民生態公園哦，最近公園要徵收，拍算要甲樹仔撤掉。早起就有護樹團體甲民眾佇公園抗議，伊嘛質疑講台北市政府的改建工程是嚴重違背着生態保育的精神。會知影，才9點外，台北市的高溫已經讓民眾想要密去樹仔腳。佇民生社區的富民生態公園是袂少社區民眾散步休困的頭一個選擇。不過公園環境恐驚隨要變啊！反對粗暴砍除！反對粗暴砍除！初9會知，護樹團體甲民代參選人就組織佇富民生態公園，抗議市府5400萬的公園改造工程違反公園生態化的初衷。毋但生態池用大量藍仔孔甲玻璃造景，閣控訴市府對撤樹仔閣有耍災的政策太過凊彩。只要有重大的工程，就會在這些樹木風險評估的時候，就把樹木判死刑。好，明明是樹木風險評估是在做健檢報告，居然是用健檢報告來判死刑哈！面對頻繁出現的極端高溫，不少城市攏提出愛增加樹木面積。不過護樹團體批評，樹仔長期攏有不當修剪的證據，主管機關無好好把關，將基尾各用移除樹仔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應該調閱記錄，嚴格檢驗。有一個不關心富民生態公園整建工程，甚至在進行長達1年時間。進行需求調查、進行設計說明會都沒有來參與的民眾，他只在今年6月6號發現說施工說明會，然後也要移除了樹木，然後他就來抗議。
市府干務局是回應，後期或者是有公共安全疑慮的樹仔，攏是經過專業檢測甲評估才會移除。賣佇遊戲場甲廣場的4區位，保證6張鐵樹，增加有影的面積。官方強調，重新規劃公園的實物配置，就是為着要佇保護生態、鼓舞休閒教育了外，嘛當兼顧安全。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泰國有業者專門對日本來進口二手商品，日本品牌是真受到泰國消費者的介意。另外，日本家己的二手市場10月冬來產值嘛變倍咯。人一個袋仔拼入去倉庫搶要買，這是泰國曼谷一間專門進口日本二手貨的店，為七套米、卡棒到裝飾品，這攏總有，就看消費者敢有到內行，通找到寶物。對真濟泰國民眾來講，日本品牌形象真好，而且商品的狀況都袂歹，所以特別受歡迎。นิยมมากเลยค่ะในไทยคนไทยชอบของญี่ปุ่นมากๆค่ะ อ๋อไม่ค่อยถือ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นญี่ปุ่นเขาเป็นคนที่เก็บของดีมากแล้วก็ไม่เหมือนแบบว่าคนไทยก็จะแบบวางเรียราดเนี่ยเขาก็จะเก็บอย่างดีใส่กล่องบางอันก็คือแบบใหม่กว่าที่เขาวางขายอีกก็มีครับ 這幾檔真是行循環經濟，日本嘛出現真濟專門賣二手貨的店頭。為2010年開始，二手貨的市場產值已經起1倍，甚至閣通出口去海外。這間徛日本基局關的拍賣公司，就見證日手產業的發展。亞洲各國的業者會來到這掛貨，再運轉去國內賣，大概拍賣攏賣了，起草真好。そんなに経ってないもの、大体7年ぐらい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てま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った基準という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ので大体売られ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それ以外のものってやっぱり国内では流通が難しいんですけれども、我々はその年式っていうところで言っても別に古くても古いからって悪いものってわけでもないので、古くても全然良かったり、むしろ古いものの方が逆に頑丈だったり価値があったりとかするものもあるので、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まだまだ海外では人気があって流通でき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全球經濟活動在過去6冬來消耗的物資，差不多是規個20世紀的總和，嘛造成環境浩劫。有真濟民間團體開始提倡循環經濟，出現新的商機。安尼一來，唔但本色減量，消費者嘛當用較低價錢買到好的商品。公視新聞尤派準編譯。下晡報的天氣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31度，上懸35度。中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南部地區上低31度，上懸36度。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華東地區上低28度，上懸35度。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